又到我们学客家话的时间喽。你们都很乖，有乖乖坐在电视机前面学。那今天呢，要教给大家这一句话，比较复杂一点点，但是你一定有这个经验。比方说，你要去找某某某，或是某某某的儿子、女儿、老婆等等等，你一定要会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哪一个嘿寄来的？哪一个嘿寄来的？哪一个嘿寄来的？哪一位是他的儿子？比较难一点点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透过接下来简单的一些剧情，让你们更了解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。哪一个嘿寄来的？雨儿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你的毕业纪念册啊。哦。你知道我进学校的时候啊，我听说老师的儿子就是现在当今最有名的歌手哎，重点是，他还是你的同后哎。怎么可能是我的同好，也就是我的同学？所以你说的这个人，不但跟我念同一个小学，而且还是我的同学同好。可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是我老师说的呀。那你找这么久，有请到吗？有找到吗？哪一个寄来的？哪一个是他儿子啊？还没耶。为什么你们每一个长得都一样？所以你要慢慢的请，慢慢的找。哪一个是寄来的？会了吗？下次呢，你要找某某某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一句话。记得怎么用这一句话哦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。复习时间。小学，小學，同學，同學，有沒有找到？尋到冇？哪個是他兒子？哪一個係寄來的？哪一個係寄來的？行真耶客家 VMB，本人客家鄉下嚟講客家話。